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Jan，歡迎登錄我嘅星球。2026年，首先喺度祝福大家新年進步，身體健康，豐盛滿滿。回望2025，對我嚟講係一個非常特別嘅年份，好感恩喺大師嘅指導之下成立咗 Planet Gem Healing，同時亦都開設咗 YouTube、Facebook、Instagram 同 Threads 嘅頻道同埋專頁。喺大師嘅引導下，我亦都開始正式對外提供靈性服務，包括靈性諮詢、靈性清理、靈魂回溯、SRT 靈性反應療法，以及牌卡與靈石、宇宙指引等等。感恩宇宙透過我去運用呢啲能量服務眾生。今年我亦都去咗台灣同馬來西亞進行靈性工作。有人問我點解要千里迢迢去外地？其實原因好簡單。只要有人需要我嘅協助，而我能夠做得到嘅，我都會去。今次馬來西亞之行更加係一次非常好嘅體驗。喺當地嘅身心靈嘉年華，我有機會設置攤位為大家解答問題。我好感恩促成今次旅程嘅朋友們，亦都多謝馬來西亞期間受到佢哋嘅照顧，更加感謝每一位嚟到我嘅 booth 探我、支持同信任我嘅朋友。多謝你哋嘅反饋同埋鼓勵。希望不久嘅將來，我哋能夠再次相見啦。最後，亦都想趁呢個機會同大家分享一下，由即日至2月14號，Planet Gem Healing 推出 SRT 新年限定版，只需要港幣360蚊，不受地域限制，能夠為大家清理過去1年累積嘅不協調、阻礙或者能量滯塞，並且附上2026年個人建議。一般 SRT 嘅大清理呢，係針對過往多生多世嘅印記，而今次新年限定版係專注清理上一年嘅能量。有興趣嘅朋友歡迎 DM Planet Gem Healing 嘅 Instagram 或者 Facebook， 亦都請大家多多追蹤我哋嘅專頁，未來會有更多資訊同祝福同大家分享㗎。祝福大家2026年一切順利，鴻圖大展，事事平安，身體健康，吉祥圓滿。Happy New Year！